黃毓民引經據典，扮溫總拖延時間，單就草案字眼提出逾1300項修訂。我而家鄭重嚴肅地宣布，人民力量反惡法嘅拉布戰正式開始。中午開始嘅拉布戰，1300項修訂發言次數不限，有唔少引經據典嘅情況。嗱，根據呢個廣雅即係字書《釋故三》裏邊咧，為者成也。《詩經》嘅小雅10月之交，其中有一句高岸為谷，深谷為陵。嗱，為咧佢有通胃嘅喎，即係言字邊做個腸胃嗰個胃。我哋都想從聖經呢一個嘅馬太福音第3章咧，就即係希望佢能夠即係都醒覺。呢個係思想力量傳道嘅時候咧。而家有啲似你係一場足球賽啦，你哋和波，跟住佢就喺度拖時間咯。拖係咁加時，但係都玩咁搏你攰啦，就係咁。唉，你啊，有佢啦，投降啦。表達對拉布不滿，又多次為小事提出抗議，變相加入拉布，為防止不足半數議員出席而流會，保皇黨派議員作死守到底。我繼續寫。委員請你坐低。我只係提醒議員咧，喺會議期間，議員係應該遊戲規則係容許做佢咁樣做啊嘛。與會議有關嘅事關。司局長、行政會議成員輪流去到立法會為議員打氣。立法會最先係辯論由公民黨提出押後議案嘅動議，動議最後被否決。譚志源希望立法會開會5日，大約50小時，完成審議法案。黃毓民則表示拉布戰可長達500小時。黃毓民同埋陳偉業準備咗大量書籍，準備長期拉布。拉布嘅情況進入第一項修訂先引經據典。有機會可以透過呢欲仔細計算，便發現譚志源固然非常天真，甚至黃毓民嘅估計亦非常保守，以每項修正案拉布3字，僅發言一次15分鐘計算，1300條修正案共花58500分鐘，即係975小時。現時立法會尚餘10幾個星期。正常咁香港而家呢個遲緩嘅啲嘢都好似。現時立法會尚餘10個禮拜會期，就算每個禮拜開會5日，每日10小時計算，只剩下500小時會議之用。講説話都知道嘅。但係你知唔知而家去討論緊啲乜嘢？唔係正常嘅節奏。呢個其中一個嘅遊戲規則嚟㗎嘛。咁你外國都係黃國興議員推嘅時候，咁喺英國議會，你係咪對於溫家寶總理通過啊不斷修訂，即係講嘢嗰個節奏好反感咧？佢根本唔係想喺部分泛民議員離場抗議之下，譚志源同埋政府一眾高層冇可能唔識呢條簡單算術嘅計算方法，佢更清楚。以保皇黨嘅紀律，根本冇可能長期維持開會嘅法定人數。政府手上仲有乜嘢籌碼呢？